千祈唔好以為呢個只係一個故事，結局真係好緊，一定要謹慎。到時一定會有好多人跌倒，亦都會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惡。不法嘅事會增多，人嘅愛心會漸漸冷淡。站在聖地。嗰陣時，人人都以為呢個雕像係末世嘅庇護所，好多人由呢個階梯行入雕像，但從來冇人喺呢度出嚟過。佢哋一定以為我癲咗，居然會拒絕芯片。但我真係喺最後嘅關頭聞到嗰個只係一個糖衣毒藥。我知道芯片帶嚟好生活嘅同時，一定會令到我嘅自由意志受到侵害。我唔知道應該何去何從，我只係知道我唔可以留低。我就係咁樣往世界嘅反方向一直行，一直行。我好凍，好攰，好孤獨，但每當我諗起嗰啲額上有印記嘅人，諗起佢哋真係喺度慢慢變異，我就會咬緊牙關，憑我最後嘅意志向前行。無所定向，孤身前行，直到我筋疲力盡。
係為咗尋找拯救失喪嘅人，不願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悔改。嗰陣時嘅我，根本唔知自己正行喺通往滅亡嘅路上，跪拜喺雕像面前，只係為咗喺末世入面苟且，唔使承受被逼迫，只係為咗擺脫飢餓同寒冷，先至想植入嗰張末世嘅通行證。當時我唔知道引致滅亡嗰道門係闊嘅，入去嘅人亦多，直到我終於得救，脫離咗黑暗嘅權勢，我先知道原來我爭啲就要永恆咁樣失去最珍貴嘅。往几万别。持徒手入线，左主身上，一起一闭嘴，一口吃我们唱一首歌。再来。我唔知我已經瞓咗幾耐，但我仲喺度不斷咁發住同一個噩夢。喺嗰個我熟悉嘅世界入面，啲人日日都跪拜喺雕像面前，等住進入雕像，等住植入嗰塊芯片。嗰塊芯片係個買賣系統，烙印喺你嘅額頭或者右手。凡冇印記嘅人都得做買賣，但凡係受咗印記嘅，將永遠失去自由。如今，我嘅噩夢終於醒咗。佢哋全部都冇接受芯片，全部都滿懷信心，要忍耐到底。我決定加入佢哋，一齊喺地下水道生活。我告別咗過去，重新開始。關於末世嘅預言，一個個都正在實現。但我已經揾到盼望，
知道呢一切只係過程。我已經慢慢好返，雖然有時過去嘅陰影仲會再嚟，我忍唔住喺度諗，如果我當時冇懸崖勒馬呢？我慶幸我嘅噩夢已經醒咗，但嗰啲仲喺度發緊噩夢嘅人呢？我好似終於聽見我嘅呼召，見過光，就要將光反射出去。I am Gloria。每個故事都有個結局，但呢個結局同所有人期待嘅都唔一樣。包括我，都係喺我以為自己失敗咗之後，我先發現呢個結局唔在乎我一時嘅失敗，而係過程中每一份勇氣同愛，令到多少沉睡嘅人終於醒覺。